讲到这总预算经济，行政院决定要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抬调，引起地方的反弹。亲像屏东县的丰泰上济有52.5亿，若高雄市是排在第二，有51.9亿，也是6都内面上介济。地方的首长即马也拢出声抗议啊。总预算经济摊收，行政院那日以申请实现，也决定统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，三减幅度大约25%，引起县市首长气噗噗。其中风山调上济的屏东县，县长就准备将目标寄向立法院。始作俑者就是立法院没有任何的讨论就统删900多亿，大家要做事的政府都受到很大的一个阻碍。也当讲被耗不把赛，在这些南部的县市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严重。我觉得这样对高雄市民不公平。根据统计，屏东县减少52.5亿上济，高雄3减51.9亿，是6都中上悬。台南市51.7亿，台北市是37.9亿，云林县37.6亿，苗栗县28.1亿，就连外岛澎湖县也封3减15.5亿。部分中南部县市因为原先的补助款济，所以也封删掉也济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不满，中央拢无先甲地方参详。砍的对象是社福、教育以及警消的基础建设，这个是刀到位了。在做这些预算的调整的时候，你有感受人民的痛苦不？低收入户家庭及儿童生活补助费，这都是法定应该要有的经费，有可能发不出来。因为财政困难，已经无借钱空间的苗栗县，也非常的着急，话声希望有讨论的空间。直接这样子扣的话，我们到了年底，那一定会产生赤字哈。面对地方的不满批评，行政院回应，主计总处是依照立法院做法统一比例，三都地方一般补助款会先减完拨款，后就依照总预算实现总项调整。经过主总的核算，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不有问题，除了苗栗县，那么中央也会持续来支持他。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是不晓得听了哪一个内阁阁员的馊主意，干出这种违法滥权的事情啊！立法院绝对不会接受。高雄强调，原先是希望行政院存在，所以才有统筹数价。未删的是行政院甲因所属的机关预算。23会伫立法院提主管机关这个内地议会第一案处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